今日世界咧真係面臨緊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危機。咁首先就係喺呢個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裏面，咁本來咧特朗普都想帶嚟某一啲嘅和平嘅可能性。但係咧澤連斯基首先就唔肯停火啦。歐洲咧係嘅北約嘅歐洲國都想盡可能用武器支持。但係美國唔肯支持咧，佢買美國武器嚟支持啦。呢個普京咧對呢個嘅特朗普要求又虛與委蛇，就係好似又同意佢講，但係咧見呢個戰況勝利咧，又即刻咧係繼續嘅進攻。所以咧兩方面都好難停止，而且當呢個嘅北約係甚至出好多嘅僱傭兵喺背後支持，咁將會引致俄羅斯同呢個歐洲之間嘅可能直接嘅交火，就會進入世界大戰啦。因為呢個都係涉及核子戰爭嘅可能性。而俄羅斯咧亦係用一啲嘅無人機飛過波蘭啊等等咧，製造某種嘅威脅性，令到咧局勢都相當嘅緊張。而中東咧當呢一個嘅尼亞胡咧就係喺各方面都去打擊中東其他國家，甚至轟炸呢一個嘅卡塔爾，引致中東各國嘅擔心。沙地阿拉伯咧就即刻聯盟咧呢一個嘅巴基斯坦，因為巴基斯坦咧係擁有核武器，大家咧攻守同盟咧，即係話咧係讓中東阿拉伯呢啲國家係有巴基斯坦核武器保護嘅。因為咧呢啲中東各國覺得咧美國唔可靠，因為美國背後都係支持以色列多啲。呢啲中東嘅北約形成，以及咧各種武器嘅交易同埋核子武器嘅可能應用，又令到世界更加緊張啦。特朗普嘗試提出一個和平方案，但係你詳細睇呢個和平方案咧，就係一方面叫停戰啦，然後咧如果以色列退出咧，就要哈馬斯咧係完全咧係解除佢嘅武裝，以及咧係不再擁有任何行政嘅地位。哈馬斯好難接受嘅，終於接受咗咧，嗰啲恐怖襲擊仍然都會有，所以形勢咧係並不樂觀。而呢啲嘅和平協議裏面咧，最大問題就係話美國提出，以色列同意，中東好多國家同意，但係問題就係話未來嗰個管治加薩地帶喺巴勒斯坦地區嘅係有一個就啲巴勒斯坦委員會咧，其實都係西方國家領導下，再有啲中東國家加入，而巴勒斯坦本身咧係冇得參與嘅。你叫巴勒斯坦同意係相當難噶嘛。所以咧喺呢一啲嘅人嘅嗰種嘅罪惡啊，你睇得好清楚嘅。嗰啲政治嘅權力喺度都係為咗利益，而不是為咗真正嘅正義，係民族咧大家能夠彼此尊重，彼此學習，彼此嘅幫助，彼此共融，嚟帶嚟和平呢個可能性係並佢大家都冇呢個諗法嘅。佢哋諗法就係喺呢個過程中我點樣攞到利益嘅啫。而且咧仲有過去嘅冤仇，呢啲冤仇咧就係由以色列復國以嚟。以色列咧復國係聖經預言所講啊，但係佢復國咧，亦聖經預言話會引起好多嘅戰爭，亦係都應驗嘅。但係以色列咧係艱苦復國咧，一向都係被人同情，因為周圍嘅國家係咁多，就係咁多嘅人口係比佢強大嘅，但係都俾佢打敗喎。但係到佢打贏嗰陣時，佢又表現咗人嘅嗰種驕傲自大，係屠殺群眾咧，屠殺婦孺咧，就令到世界為之側目。哈馬斯咧嘅恐怖襲擊以色列，以色列反擊嗰陣時，哈馬斯大概殺咗2000幾人，捉咗批人質，當然呢個係好邪惡嘅。但係以色列去打翻哈馬斯嘅時期咧，又殺翻6萬幾人，大部分都係婦孺孩子，而且係要餓死佢哋。如果佢哋攞食物就開槍打死佢哋，呢咁樣嘅做嘢方式咧，係完全違背咧上帝嘅律法嘅。
咁啊，猶太人咧，佢哋係相信舊約嘅律法噶嘛，佢哋唔信耶穌，佢哋甚至係釘死耶穌添咁啊。咁但係咧，即係佢哋信舊約律法，咁律法係唔可以流無辜人嘅血噶嘛。咁啊，十誡又好清楚不可殺人噶嘛。咁而家以色列咁多人咧，都係話完全違背佢哋原本所相信嘅舊約聖經。咁所以啲喺啲衝突當中，咁個和解機會係雖然提出嚟，但係亦可以達至成果嘅機會好細。咁如果咧哈馬斯唔肯接受和解咧，就會打落去，名正言順打得更加殘忍，所以令人都好擔心。咁世界有咁多嘅冤仇，即係你殺咗我嘅家人，我又殺翻你嘅家人，咁永遠落去咧，就會造成係仇恨遮蔽咗人嘅心靈，讓人咧無法咧係找尋最高嘅真理，甚至無法實現咧佢人性上咧係上帝寫下嘅律法。上帝律法就係人嘅良知，咁即係話咧，人係無法咧係發揮佢嘅良知咧，係去對其他人作出應有嘅尊重同埋應有嘅愛嘅關係。咁愛就係一個宇宙性嘅最高真理原則啦。咁基本佛教上都提到嘅慈悲，咁中國儒家提到嘅仁愛，咁老子咧道家講到個慈，呢都係屬於愛嘅真理，咁都係屬於宇宙性。咁當然聖經好明顯啦，因為宇宙最後真理係三位一體嘅上帝，而上帝由於係三位嘅彼此嘅愛嘅關係，咁因此咧係形成咧一個嘅親情嘅上帝。咁親情上帝創造嘅人類，上帝佢父親，所以咧上帝咧就係一個係親情嘅仁愛嘅上帝，咁而創造咗咧有親情有仁愛嘅人。咁上帝作為三位一體嘅互相嘅愛，呢個就係一種感通嘅關係。所以上帝創造人咧係有感通嘅特質咧，就係有仁愛嘅心。仁愛嘅界定基本定義就係感通性，就係你能夠去感受到他人嘅內心嘅需要嘅，咁以至你會對他人受嘅苦難咧係有極大嘅同情，而化為咧一種嘅良知嘅行動，係對他人咧有所關愛或者幫助咁。咁呢都係人類咧應有嘅性質。咁但係咧，當人咧陷於仇恨當中咧，人性嘅任何美好性質咧都會全部被摧毀嘅。咁所以我哋睇一睇咧，喺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嘅時期咧，咁文革期間咧就係大家都係互相鬥爭啦。咁同埋咧，人為咗保護自己嘅安全咧，多數去告發其他人，咁證明自己係屬於即係正義嗰面。咁嗰啲被佢害嘅人咧，就代表邪惡。咁佢告發其他人嘅一啲所謂反動嘅行動，令到人受好多嘅傷害。咁但係告發人之後，後來又會俾人告發。咁大家都喺懷疑同鬥爭當中咧，形成咗咧中國咧喺文革嗰陣時一種係集體嘅罪惡嘅鬥爭方式。咁而到文革之後，鄧小平提出改革，咁亦提出咧回復翻實踐係檢驗真理嘅標準。咁而當時咧著名嘅中國哲學家馮友蘭喺佢文革後重新出嚟寫書《中國哲學史》嘅最後嗰卷咧，咁喺完嗰陣時，佢就提出一個名詞叫做仇必和而解。呢個係根據張載即係呢個北宋嘅大哲學家張環佢嘅一句話：仇必和而解。即係佢認為宇宙咧萬物雖然好多嘅分化對立或者陰同陽之間嘅互相嘅激盪，但係咧佢哋最後都係能夠融合為終極嘅最後真理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嘅和解，作為咧宇宙嘅真理。當然仇必和而解，仇恨係會最後以和解嚟到解決啊。咁馮友蘭亦係經歷好多嗰個時期嘅種種嘅鬥爭咧，都受好多苦。但係在哲學家咧，佢痛定思痛咧，佢講出個好重要嘅道理，就係將仇恨咧嚟到和解咗佢。咁其實今日我哋睇呢個世界，我哋點樣可以幫到其他嘅嗰啲國家
係達至和解咧？咁即係好簡單啦。而家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咁喺中東有咁多嘅仇恨鬥爭，嗰啲仇恨能唔能夠和而解咧？但係當大家有咗自己嗰套睇法，嗰套嘅敘事，咁就認為自己代表正義，由我哋所去仇恨嘅對方咧就係代表邪惡。一旦人係咁諗嘅時候，人就會咧作出任何嘅激烈或者傷害人嘅行動，甚至咧係發生戰爭流血嘅情況啦。咁所以馮友蘭先生咧代表住中國文化嘅一種反省咧，佢提出中國文化一個最高嘅道理就係仇必和而解啦。咁而如果我哋睇翻聖經咧就係呢個和好係一個好核心嘅教導，就係人要與上帝和好，亦與他人和好，亦咧與天地萬物和好。咁呢個和好咧就係一種嘅互相嘅感應溝通而達至咧和諧嘅一個狀態。咁而我哋睇翻咧聖經咧係耶穌基督咧被人出賣，俾佢嘅弟子出賣啦，俾猶大出賣，又被捕嘅時候亦係被經歷過所有嘅虐待同痛苦。咁佢應該都係充滿仇恨㗎啦。照正常嚟講，佢被鞭打咁耐，又俾啲人咧侮辱又吐口水嘅面上，又將荊棘冠加佢頭上等佢流血，個血遮我隻眼。咁咧同埋咧係打得佢係血肉模糊，仲要搬一個沉重嘅十字架，係去到加略山，仲釘佢上去先。當手腳被釘嗰時嗰種嘅痛楚，佢會唔會充滿仇恨呢？咁照正常人嚟講咧，就咁樣一定充滿仇恨。即係我哋甚至睇戲一個好人俾壞人捉咗咧，吊喺個地牢嗰度。嗰個壞人多數係日軍之類啦，喺中國戲裏面咁都要把鞭埋去，就話嘿嘿，你都有今日啊咁咧。但係咧嗰個嘅被捉咗嘅英雄咧就話你捉咗我係冇用嘅，有千千萬萬人會嚟對付你嘅咁。咁個壞人一鞭就鞭埋啦，咁跟住好人中鞭之後就會吐一口水咧，吐翻去嗰個嘅害佢嘅人身上啦。咁戲裏面咧，好人都會吐口水嘅，因為佢都會有仇恨啊嘛。咁照個耶穌被捉咗去，已經受盡咁多嘅侮辱同埋係鞭打，然之後咧拱佢喺地下，讓佢手腳釘喺十字架上咁痛苦嘅時候，如果照充滿仇恨人嗰啲，咪吐翻幾啖口水，吐翻羅馬兵嗰度啊！咁如果個十字架咧係舉起嚟居高臨下，仲啱喺上面吐你嗰啲嘅文士法利賽人祭司嘅嗰黨嘅人吐埋羅馬兵咁。咁但係都好奇怪咧，耶穌係冇作出呢種報仇嘅行動，仲反而咧講咗句咧好特別嘅說話。喺路加福音裏面嘅記載就話咧係父赦免佢哋，因為佢哋所做嘅佢哋係唔曉得呢個記載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節嗰度，父赦免佢哋，因為佢哋所做嘅佢哋唔曉得。當耶穌被釘上十字架，佢自己選擇上，因為佢具有上帝嘅能力，佢有種種嘅大能，能夠有神蹟奇事，醫病趕鬼，又能夠將5餅2魚餵飽5000人，甚至叫拉撒路死而復活。如果佢用佢嘅能力，當然冇人會捉得到佢。但係佢好似限制自己嘅能力，甘心上十字架呢，就因為佢睇見人類無盡嘅苦難，同埋人類嘅罪惡帶嚟世間嘅種種嘅衝突。咁耶穌基督呢，喺呢一刻佢以永恆無限者，佢就係上帝嚟承擔咗人類嘅苦難罪惡所帶嚟嘅懲罰，就係被釘死。咁佢代人類接受懲罰呢，以致到人類就免除咗懲罰，亦免除咗呢種種嘅上帝對佢嘅審判。咁人先能夠從罪裏面得到潔淨同釋放呢，而同耶穌基督一齊復活呢，係有新嘅生命。所以耶穌基督被釘死，同時復活，就代表生命可以轉化，而且從有限嘅
自我中心嘅人生轉化向一個無限嘅同上帝有不盡嘅交流同埋喜樂嘅生命。咁而呢一種嘅轉化咧，其實就係我哋化解冤仇嘅根據。當我哋心靈係有一種嘅真正內在轉化，我哋嘅罪係得到寬恕，我哋痛苦得到上帝安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學習翻去愛其他嘅人，同埋咧嗰啲同我有仇嘅，我都去原諒佢，而咧能夠建立咧一種嘅和好嘅，係人同上帝和好，又人與人和好嘅一個新嘅生命。呢個就叫做仇必和而解啊！喺奉養人嚟講，喺耶穌基督嚟講咧，就係父啊赦免佢哋，因為佢哋所做嘅，佢哋唔曉得。真正嘅無窮嘅寬恕同慈愛，就係一個親情嘅真理嘅耶穌基督身上顯露出嚟。所以上帝人類嘅天父，呢個天父意思就係一個親情嘅關係，一個終極嘅愛嘅關係。